個女人真係慘，機緣巧合下同皇上結緣，被封為雲貴妃。點知出發去京師前一晚，竟然俾好姊妹強行換臉。原來自從醜八怪楚楚被大師變靚之後，享受到做靚女嘅好處，唔甘心再做醜八怪，於是央求大師幫幫佢。大師話變靚一世唔係咁簡單嘅事，需要同人換面先有可能行得通。楚楚唔肯放棄，變靚係佢畢生嘅願望，話如果大師唔幫佢，不如死咗算。大師心軟，話自己從來未換過面，如果能揾到嗰個人，自己都想試下呢個偉大嘅創舉，但係想揾到呢個人談何容易啊！大師同楚楚一連揾咗幾日都冇揾到，可能係楚楚命不該絕，二人打算放棄。大師意外發現咗凌雲，眼都唔眨咁及住佢，好似豺狼見到獵物咁。凌雲被嚇親，原來大師發現凌雲竟然同楚楚好相似。想唔想做佢？佢啱咩？啱，你可以做佢，佢亦都可以做你。呢一件將係我最完美嘅傑作。你去問佢，叫佢嚟見我。佢唔肯嘅，佢點會無端端願意換塊面俾我啊？但楚楚仲有一絲良心，冇答應。結果翻屋企嘅路上撞到債主二牛，都未等佢反應過嚟，二牛就死死咁捉住佢，仲話要將佢賣去做丫鬟。楚楚冇佢咁大力，掙脫唔到。行到巷仔嗰陣，二牛因為踩到狗屎放開咗佢。楚楚見到路邊嘅石頭，突然邪念湧上心頭，猶豫片刻，狠下心腸，執起石頭撲向二牛。呢句話激嬲咗楚楚，佢好似中咗邪咁，不停咁打。等到二牛瞓低，佢先意識到自己殺咗人，冇辦法，佢即刻去揾自己好姊妹凌雲，打算攞住銀兩離開美人村，仲約好咗晚上喺村口見面。楚楚一走，皇宮就派人落嚟凌雲屋企傳聖旨。凌雲搖身一變，被封為貴妃。為咗答謝村民嘅照顧，凌雲打算晚上請大家食飯。等到晚上食飯嗰陣，凌雲發現自己好姊妹楚楚冇嚟，突然諗起下晝嘅約定，於是去咗老地方揾佢。因為楚楚要離開，所以佢決定喺上路前同好姊妹飲個道別酒。時間到，楚楚要離開，睇住凌雲嘅面，佢萬念俱灰。點解自己係殺人犯，而凌雲卻可以成為貴妃？好靚啊！唔怪得知乜嘢好嘢都俾你攞晒。楚楚呢個時候完全諗通咗，佢帶住飲醉酒嘅凌雲去揾大師，但呢個時候佢知道凌雲係貴妃，唔想惹麻煩。但如果你肯幫我，到時我做咗貴妃，我就可以同皇上講，封你做國師。大師心喐咗，答應一試。而呢個時候，官差已經發現凌雲唔見咗，啱好揾到去大師嘅府邸，發現屋入面雷電交加，意識到唔對路。可惜好唔容易撞開門，換面已經成功咗。等到凌雲醒嚟，佢發現出面好嘈，仲未等佢搞清楚咩事，卻發現橋上嘅人竟然同自己嘅面一樣。點解我會喺度噶？喂，你做咩啊？你俾我出去啦！嗰個唔係我嚟噶。我梗唔係你嚟啦，人哋係皇上啱啱封為貴妃娘娘嘅凌姑娘嚟噶嘛。唔係啊，佢唔係啊！行開啦！行開啦！佢想衝出去問個明白，就被其他人誤會搞事，佢崩潰咗，衝向路邊嘅水缸。